大家好，我係 Piers 皮亞斯，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美股3分鐘。中意呢個內容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。美國聯儲局最近提出放寬銀行槓桿比率規定，今次改動對幾間大銀行影響最直接。JP Morgan Chase、Bank of America 同 Goldman Sachs 呢啲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 G-SIBs 會係最大受益者，特別係 JPM 同埋 BAC，因為佢哋喺國債市場做莊嘅角色好重要。新規定會俾佢哋更多彈性同資本運用空間。至於 GS， 由於佢主力做經紀交易業務，都會受惠唔少。講到傳統商業借貸業務 ，JP Morgan Chase 同 Bank of America 呢，就明顯做得大過 Goldman Sachs。前兩間係典型嘅商業銀行，零售同企業貸款業務都好全面㗎。相反 ，Goldman Sachs 主力做投資銀行交易同顧問服務，貸款業務相對細好多。如果單計商業同工業貸款， Bank of America 先至係全美最大嘅貸款銀行，佢哋嘅貸款規模比第二大都仲要多成1000億美元。JP Morgan Chase 雖然都做得大，但係規模就追唔上 BAC。至於 Goldman Sachs， 正如之前所講咧，佢哋嘅商業貸款業務咧真係細好多。咁皮亞斯覺得今次放寬槓桿規定對大銀行嚟講絕對係好消息，特別咧係做開國債市場同商業貸款嘅銀行。不過投資者都要留意，放寬規管啦，可能會增加金融體系風險，呢個都係聯儲局要小心平衡嘅地方。多謝你同我皮亞斯一齊 update 完最新嘅投資熱點，記得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聽日見面。